我是郭南宏导演，我从影已经69年了。当年我16岁，我就咧写剧本。我的剧本半将银幕的有87本啊呢，即摆还阁有30本吼，还未搬上银幕。因为我哪有闲，我就写剧本安尼。那么我导演的作品有90几部。所以呢，斗起来有180部。我的电影作品，我唔捌参加影展，因为我最重要的是爱互观众爱看。但是我的电影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一定要正能量的、善良的，因为电影是社会教育工具，袂使教歹囡仔大细。但是我的电影。第一个要求就是唔通互老板了钱，所以一直以来几十年，我就是安尼创作的理念。讲到18当人吼，我就想到讲，向阵我就讲，导演啊，你安尼害死遐人呢？伊讲是安怎？我咧正经学迄金仔粉咧，较擦，较擦，较擦，擦规身躯安尼，迄袂爽快呢，迄4包拢袂爽快呢。伊讲你是安怎捌他坐？我歹势，阮有读着。无偷着唔知影，有偷着，迄人安尼刷下去，迄毛细孔拢袂当翻上去。因为无要紧，几点钟内底无要紧。所以伊一看工伊做个足认真的，袂讲讲假啦，是100%实实在在。啊，你像讲我遐少年啊，我叫我一个做一个夫人，伊拢安尼讲无要紧啊，装就老啊哩。啊，所以嘛是安尼也好啊，因为着伊，互我有到我即马还去做阿嬷阿祖，啊若无我到即马早就无去安尼。你一直要占即个小段位，我就无可能啊，所以我咧足感谢啦。心松梦，心的迄一天，给爱的希望，欢乐每一趟。老先的来家。